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即届做风台，高雄的山区是落超大雨，这个老龙溪涨大水，加上玉水溪夹带着土石来冲击，结果甲南环公路明霸克路桥的便桥来冲掉，好长的便道嘛流去，当地交通再度来断路。桃园区的北沙里，也就是北平山的步路，又搁变做孤岛路。 大雨是落袂停，老龙溪水涨起来，土水嘛一直来，加上玉水溪大量的土石，在23南环公路明北古路桥的更便桥，各方冲海去。再持续的下来的话，可能会远远超过3朵尔台风。桥边登去溪层的便道流失，大量的土石，道路的路基嘛风冲了了，进逼居民的家园，龙路便道嘛真危险。走过来，虽然有点危险。 空落风台了后，山区严重大雨，明北区路桥的更便桥风冲海去72公里，和桃园区的北山里，搁再成做孤岛。桃园地区降下已经要接近500毫米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超大豪雨的雨量。老龙溪的河水稍退之后，我们会进行抢修我们的河床边道。 福兴里、拉湖南里、甲梅山里3个里，因为交通断去，有370个人留伫遐。加在已经量早准备面食、罐头等等20公以上的物资，必要的时嘛会启动大型流浪送物件予里民。风台过境，不过高雄山区的雨源也落袂停，抢通道路恐惊阁是一条行袂透的路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